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礼拜开始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让我们透过敬拜与你亲近。主啊，我们恳求您赐福保守眷顾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单单注目在你的话语上。求主透过今天的礼拜，再次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见证主你的恩典。我们特别将今天敬拜的团队全然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赐福带领保守。让我们借着他们的带领，借着他们手所做的工，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同时也将我们的教会交托仰望在主手中，求主赐福带领保守，让我们的教会更加合乎你的心意，能够照着你的计划去行。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求主让我们成为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团体，也同时将我们的教会的属灵领袖，我们的长职同工以及小组长都交在你手中，求你亲自引导保守，让我们可以同心合意的推动各项福音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也将教会所设立的各个机构交托在你手中，求你透过这些机构的推动的各项事工，来祝福更多的人。我们同时也将我们的国家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保守眷顾，让你的仁爱，让你的和平，让你的公义遍行在这个土地上。特别恳求主你兴起各地的教会，让所有的教会都能执行主你交代我们的使命，让万民得着福气。主啊，我们也恳求您保守眷顾现在依然在流行的各个疫情，让我们在疫情当中去思索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以及我们跟您之间的关系。求主保守眷顾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在礼拜天的早晨能一同聚集敬拜。邀请各位起身，一起开口大声赞美：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弟兄姊妹，想想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常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最近干旱、火灾、地震，以及全世界性的传染疾病，在在都威胁着我们。然而，我们靠着独一神，我们的上帝，不动摇，不惧怕，全然得胜。让我们再次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主是我四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一切成就，不是靠人，乃是靠神。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起身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
归给耶和华。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他名所当的力，荣耀归给他，不分种族国家，齐声来颂扬，在宝座前高举双手，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众城门抬起头，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众城门抬起头，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众城门抬起头，荣耀君王将要进来，万国敬拜如众水的声音。从这代到那代，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从这代到那代，从这代到那代，万民不停颂赞，从地极到地极，万民欢然献祭，从列国到列邦，齐尊崇你为王，高唱哈利路亚，齐敬拜弥赛亚。今天是棕树节主日。当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人民夹道迎接，欢呼和散那。当时的人民把耶稣视为他们的救世君王，要来解放他们被异国统治的生活。然而我们知道，耶稣骑着小驴驹入城，是要面对他的死亡，是要为着救赎全人类的罪恶而钉上十字架，为着爱我们而流下宝血。我们这时应当思想十字架永不变的爱。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生命赎回。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气馁，或胜利或死别，变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或沧海里上天，
谢。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凄泪，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主啊，你爱永不变。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或天旋或地转，或天旋或地转，经沧海里上天，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无论是生，无论是死，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一切荣耀归于你。你是使人得胜的主，帮助我们胜过世上的各种威胁。你差派独生爱子耶稣，为了我们的罪钉上十字架。你是万有的主宰，却看我们渺小的人类为重，我们为此要大大的感恩。同时，我们要思想过去所犯的过错，求你赦免，保守我们不再犯同样的错。也求在我们的生命中，时时刻刻都有你的同在，引领我们的所言所行，合乎你的旨意。我们的祷告不完全，让我们以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各位弟兄姐妹，有声音吗？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我们的上帝。跟你前后左右两边的弟兄姐妹说，看着他的眼神说，确认过眼神，你是上帝所爱、所拯救的人。很开心，在线上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很开心跟你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你们也是上帝所爱、所拯救的人哦。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记载在列王纪上18章17到40节，现代中文译本427页。列王纪上18章17到40节，现代中文译本427页。让我们一起来读。亚哈看见以利亚，就说：“原来你在这里，你这个使以色列遭殃的人。”
以利亚说：“我不是使以色列遭殃的人，你和你父家才是。你不听从上主的命令，去随从巴力。现在去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到加密山见我，并且带着耶洗毕王后所供养的450个巴力的先知和400个亚舍拉女神的先知一起来。”于是亚哈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和巴力的先知在加密山相见。以利亚上前对人民说：“你们要到几时才能拿定主意呢？如果上主是上帝，就敬拜他；如果巴力是上帝，就去拜他好啦。”可是人民一句话也不说。以利亚又说：“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但巴力有450个先知。你们带2头公羊来，1头给巴力的先知，要他们把牛杀了，切成块，放在柴上，不要点火；另1头牛给我，我也照样做。然后让巴力的先知向他们的神明祷告，我向上主祷告。那降火应答祷告的就是上帝。”人民齐声赞同。以利亚对巴力的先知说：“因为你们人多，你们先带1头牛去预备吧，向你们的神明祷告，但不可点火。”他们把带给他们的牛预备好了，就向巴力祷告，一直求到中午。他们呼喊：“巴力呀，答应我们的请求吧！”又不断地面着他们的祭坛跳舞，可是什么反应也没有。中午时候，以利亚开他们的玩笑说：“大声点祷告吧，他是神啊！也许他在沉默思想，也许他出去方便，或许他出去旅行了，再不然他或者正在睡觉。你们要喊醒他呀！”那些先知就更大声祷告，并且照他们的仪式用力和胆剑砍伤自己，直到鲜血涌流。他们继续狂呼乱叫，直到下午献晚祭的时候，仍然没有回应，没有理睬，一点声音都没有。于是以利亚对民众说：“到我这里来。”他们就都围绕着他。他先把毁坏了的上主的祭坛修好。他拿了12块石头，每一块代表一个支族。这些支族就是以雅各的12个儿子命名的。上主曾给雅各一个名字，叫以色列。以利亚用这些石头重新造了敬拜上主的祭坛，在祭坛四周挖了沟，约可容纳14公升的种子。然后他把柴放在桶上，把牛切成块，放在柴上。他吩咐说：“挑4桶水来，倒在祭物和柴上面。”他们照做了。他又说：“再来一次。”他们又做了。他再说：“还要一次。”他们又照着做了。水流到坛的四周，沟里满了水。下午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先知到祭坛前祷告说：“上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显明你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是你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遵照你的命令。求你答应我，上主啊，求答应我，好使这人民知道你，上主是上帝，使他们回心转意。”于是上主降火，烧了祭牲、柴，并烧焦了石头地面，
烧干了沟里的水。民众看见了那，都伏伏在上，大声呼喊：上主是上帝，唯有上主是上帝。以利亚下令说：捉住巴力的先知，一个也不让他逃脱。民众就捉住他们每一个人。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溪旁，在那里把他们杀了。今天在我们中间要传讲信息的是蔡正道主任牧师，他所要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55讲以利亚。我们一起来领受。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以利亚的故事。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了以利亚有一场信心之旅，上帝派他到撒勒法去，在一个寡妇家里面，在那边发生了神迹奇事，增强了他的信心。那上帝借着这个信心之旅来操练以利亚的信心。那我们也提到了信心的操练是为了要让以利亚先知有更大的信心，为上帝做更大的工作。那这个礼拜我们就来看以利亚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大事。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您常常透过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充满力量，可以调整、更新、激励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此刻愿意安静我们的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有信心照你的话语去行，来使我们蒙福，也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的前半段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经过了3年多的旱灾，上帝告诉以利亚说他要降雨了，但是上帝要他去见亚哈王，并且要向巴力的先知来挑战。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一场圣战。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场圣战到底怎么样进行的。在这场著名的属灵的战役，它的地点是在迦密山。那这场战役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糊里糊涂、受人摆布的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是亚哈，他是一个软弱无能、受到他的妻子摆布的一个昏君。那我们上回提到过，亚哈王娶西顿王的女儿，这个他的名字叫做耶洗碧他娶她之后他完全听命于他的妻子。那耶洗碧是一个很强势的皇后。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圣经我们就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国事上的决断不是出自于亚哈王，很多都是出自于耶洗碧，他在出主意。所以亚哈王都是让他牵着鼻子走，连信仰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也受到耶洗碧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就跟着耶洗碧去敬拜耶洗碧他所拜的神明叫做巴力。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角色，糊里糊涂受到他妻子摆布的以色列王。那另外在这场战役当中又有一群是他一方面是观众，但是后来却成为主角就是一群3心2意的乌合之众。当以利亚要开始这场圣战的时候，他告诉亚哈王说：“你要去招聚百姓，一起来。”然后圣经当中记载说，以利亚就上前去对人民说：“
你们要到几时才能拿定主意？就是说你们要做一个决断啊。如果上主是上帝，你们就敬拜他；如果巴力是上帝，那你们就去拜他好了。以利亚让人民自己去决定，到底要拜哪一位。可是我们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民一句话也不说，一句话也不说，人民沉默了。他们不愿意做选择啊？为什么？其实他们心中也知道，他们要拜的是上帝，但是我们要理解，就是当时是亚哈跟耶洗别他们掌权的时候，万一百姓想说，如果我做错了决定，惹怒了掌权者，可能我们自己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们只好闭口不言啊，以免惹祸上身。他们其实心中想说，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跟着国王拜嘛，跟着有权势的人去做就没有问题。所以这是一群见风转舵的百姓，他们害怕亚哈王跟耶洗别的权势，就屈服在这样的权势之下，不惜违背真理。另外，我们看到以利亚的对手是什么？以利亚的对手是一个人势众多、人多势众的一个巴力的先知，不是一个，是850个。我们看到圣经当中说，耶洗别王后所供养的450个巴力的先知，和400个亚舍拉女神的先知，这些都是外邦神明的先知。那这些先知长期以来就被利用来控制以色列人，并且迫害上帝的先知，以致许多上帝的先知必须暗中被隐藏起来。因为那时候耶洗别王后她的力量大大的迫害上帝的先知，而这群被利用的这个巴力先知人多势众，他们依靠着来自于国王跟王后的力量，无恶不作。那以利亚面对的就是这群巴力的先知。那以利亚这边有几个人呢？他是孤军作战。圣经说，以利亚说，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其实那时候有一些先知被隐藏起来，但是面对这场胜仗的只有以利亚。所以这时候以利亚其实他是一个最孤单、最痛苦、最悲惨，但是他同时也是最勇敢的。只剩下他一个人孤军作战。我们想想看，巴力的先知是450个，亚舍拉的先知400个，他们的阵容实在非常浩大。我们说难听一点，一个人吐一口口水就可以把以利亚淹没。但是以利亚一点都不灰心，他也不退缩，因为他相信他是站在上帝这边，而上帝也站在他那边，所以他勇敢的应战。他相信如果这场胜仗能够获胜，他可以把人民的心扭转过来，所以他非常勇敢的去面对。那我们来看这场战役是如何比赛的。这比赛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圣经记载的以利亚向他们挑战，他说：“你们带2头公牛来，分2组，一头给巴力的先知。那同样的都是设一个祭坛，然后把祭物把牛切成块放在这个祭坛上，但是不可以点火，两边都是一样。然后各自向各自的上帝祷告，巴力的先知向巴力祷告，以利亚向上帝祷告。如果哪一个祭坛上面降火来烧掉这个祭物的，那就算这场胜战得胜。那百姓也都赞同这样的一个比赛方式。那以利亚就对巴力的先知说：“你们人多，所以你们就先带1头牛过去预备吧，然后你们就向你们的神明祷告，但是不可以偷偷点火，大家都照公正的来做。”他们就预备了，然后巴力的先知就开始祷告，他们呼喊着说：“巴力啊，应答我们的请求吧。”然后在祭坛前面不断的跳舞，
可是我们发现什么反应也没有。从早上一直到中午，中午一直到下午，一点反应都没有。中午的时候，以利亚还跑去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祷告的太小声了他可能在沉思默想他也许出去旅行也许他正在睡觉，所以你们祷告大声一点，才能够把你们的巴力神叫醒就消遣他们。可是到了下午献晚祭的时候，一点动作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无声无息。那紧接着就是以利亚这边我们要注意这时候先知以利亚他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今天信息的重点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这几个动作存在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先知以利亚他首先这样做他说他对民众说：“到我这里来。”他们就围绕着他就先把毁坏了的上主祭坛修好。所以他首先是要建立一个敬拜的地方。我们看到虽然旧约没有其他的经文提及但是很明显的，加密山曾经是敬拜上帝的地方，那边曾经有上帝的祭坛，但是经过亚哈跟耶洗别的打压杀害，上帝的祭坛也被破坏了。所以以利亚这时候重新修建了上帝的祭坛，就是恢复对真神上帝敬拜的地方，把这个敬拜的地方建好，这是第一步。接着有了敬拜的地方还必须要有敬拜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说他拿了12块石头，每一块代表一个支族，这个支族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命名的。那我们知道12是雅各子孙的支派的数目，那这个祭坛就是代表上帝的子民。我们注意这段经文特别记载说上主曾经给雅各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上主曾经给雅各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所以这边其实是提醒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跟上帝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你们连你们的名字都是上帝给你们的，上帝替你们取的那这种关系这么亲密是巴力没有的，就是以色列人跟巴力之间一点关系也没有。以色列人，你们连名字都是上帝给你们取的，所以你们跟这个真神上帝是有一个很深很密切的关系。然后我们看到后面以利亚在求告上帝的时候，他是向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来呼求，所以告诉他们说，其实上帝跟你们有很密切的关系，你们要重新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所以第二步是怎样？重新建立敬拜的子民，挽回这个偏离的民。先有敬拜的地方，之后有敬拜的人。接着第三步我们来注意看他怎么祷告的。他祷告说，我们看到圣经说，下午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先知在祭坛前面祷告。我们注意他祷告的内容，他说：“上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求你显明你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是你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遵照你的命令，求你答应我，上主答应我，好使这人民知道上主你是上帝，使他们回心转意。”我们要注意以利亚祷告的内容，他祷告的内容不是上帝我要赢，你让我赢，让我得胜，让我战胜，这样我很有面子，不是这样子。他祷告是说，上帝你借着彰显神迹，让所有的百姓知道你是上帝，让百姓可以回心转意。所以我们明白他呼求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上帝被人民认识，被人民尊崇，让上帝得到荣耀，去恢复以色列人心中上帝的地位，让上帝真正成为以色列人的上帝。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一步一步做，有了敬拜的地方，
又重建敬拜的子民，也让这个敬拜的子民知道他们敬拜的对象。他做了这3步之后，结果我们看到圣经说，上主就降火烧了祭牲，连柴，并烧焦了石头跟地面。那民众看到这种景象，全部都俯伏在地上，大声呼喊说：上主是上帝，唯有上主是上帝。他们都真正明白，耶和华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最后我们看到以利亚又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下令抓住巴力的先知，一个也不让他们逃脱。民众就抓住他们每一个人，以利亚把他们带到基顺溪旁，在那里把他们杀了啊，就是杀尽这个邪恶的势力哈，把这个邪恶的势力完全铲除，以免他们又来影响上帝的百姓。所以我们看他就恢复了百姓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属灵圣战。我们看到以利亚以1挡100，一个人面对850个巴力的先知，靠着上帝他征战好的征战，并且得胜。那这段经文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一起来领受。首先第一个，我们必须明白其实我们是身处在一个充满试炼、挑战、黑暗的时代。有时候我们的情境就像先知以利亚一样，生活当中常常会遭遇到许多的征战，就如同以利亚一样，也许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孤单无助，好像受人误解，有些人莫名其妙的怨恨我们，或是我们的身体有时候会有软弱。那我们很多时候的情境就像以利亚一样，遭遇到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那我们也可能感觉到我们是非常孤单，我们是非常渺小，我们是非常的卑微。对这些事情我们完全都没有办法改变。有时候我们会陷入这种困境，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困境跟挑战，我们感觉上我们好像是孤单一个人。但是今天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即使我们是身处在黑暗当中，但是一点点光就可以驱走所有的黑暗。我们依靠上帝，即使再大的试炼跟挑战，我们坚持对上帝的信心，深信必会带来改变。我们可以想想以利亚所面对的情况，有850个那么可怕的先知在迫害他，但是他面对他们，勇敢的靠神来征战好的征战。所以面对这样子，其实我们所面对的试炼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第二个，我们发现以利亚可以得胜的秘诀是他专心敬拜真神上帝。我们看到百姓之所以必须要面对困境，其实是因为他们离开神。当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上帝就是赐给他们从天上降下雨水，滋润他们的心田。那今天我们也许会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敬虔的在敬拜神嘛，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巴力常常会化身做一些其他的事物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请大家记住，凡是会取代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事物，我们都要特别小心啊。这些事物会拆毁我们敬拜神、亲近神的祭坛，就像这些巴力的先知一样，破坏当时的人民，很容易我们就受影响。所以牧师有2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像以利亚一样，重建那个被毁坏的祭坛。我们要常常去修建那个心灵的祭坛，
透过敬拜更加的渴慕上帝。第二个，我们要不断的加强跟上帝的连结，我们要预备自己跟上帝亲近，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我们要真正去认识这个可以拯救我们生命的真神上帝。我们只要专一的敬拜他、服侍他，我们就会得着力量。最后一个，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看到以利亚最后做一件事情，他要人民把巴黎的先知全部都除掉，扫除干净。其实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生命容许一点点的恶，它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蔓延开来。这点请大家注意，不要认为说这个是小小的恶，没有关系，我做一些事情没有关系。请大家注意我们最近有看到一个新闻，对不对？有一只船就塞住运河，一只船塞住运河，对这个世界的影响那么大。我们根据报道说，那个船没有移开1个小时，就要损失4亿的美金。我们没想到说一条船在那个运河我们看那个照片，小小的一条船就塞在那边，就对世界的经济影响那么大。就像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有一点点的恶，你允许它在你的心里面，当它扩散开来、蔓延开来，就会对你整个生命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来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完完全全归属于神。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是提醒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困境、试炼，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依靠这个真神上帝，跟他保持一个好的关系，让上帝来除尽我们生命当中的恶，让我们完全归属于他，就会领受好的力量，去征战好的征战。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征战，我们必须依靠上帝去征战那好的征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时刻与你同在，借着您，我们得着力量去面对生命当中所有的挑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将人的能力，
是要为大家来祷告，我们把我们眼睛闭上。我们知道我们身处在一个充满试炼跟挑战的世界，有许多试炼会困扰着我们。我们特别要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祷告。如果你有遭遇到困境，或是你的身体有病痛，或是你遇到什么样的误解需要人家为你祷告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那我们的代祷服事人员会为你祷告。你需要人家为你祷告，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深信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些试炼跟挑战。这边前面有，后面也有。那其他的人，我们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对上帝说：求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全心依靠上帝来征战好的征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您赐下平安的信心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因着信心的缘故，全心倚靠你来征战好的征战。我们特别将在你面前举起手这些弟兄姐妹，全然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赐福保守眷顾，充满你的恩典能力在这个当中，求你引导他们，让他们依靠你来征战好的征战。我们也将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赐福保守，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奉献给我们的神。如果是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礼拜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填写留名卡的，在座位前面有留名卡，请你填写完以后交给我们收奉献的同工就可以了。我们一起起立来做奉献的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能力来回应你。主啊，我们将我们的金钱分别献给你，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主啊，我们也将我们自己的祷告的敬拜，我们将我们的全人、我们的时间跟恩赐献上给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有智慧的来使用，不只是服侍人，更是服侍你。我们也谢谢你赐给台湾这样一块平安的土地，在今天干旱的状态，神啊，求你降下你的恩雨，好叫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能够知道你是真神。主，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怜悯我们，也求你悦纳我们的献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要举办社青牧区任职者的就任式，我们请蔡牧师。我们教会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设立社青的事工的委员会所以我们这时候要来做信徒委员的就任我们请这些委员请起立。今天当然有一些活动，所以有一些委员他们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不过我们还是针对在场的委员来做就任好，你们愿意担任教会的社青牧区的委员，你们当诚实的回答牧师所问你们的誓约词。你们要领受社青牧区的委员职分，你们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你们要领受这个圣职，你们当倚靠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唯独尊他为主，尽心于你们的职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我奉基督的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年教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们成为本会的社区牧区的委员。你们要谨慎你们的行为举止，常常关心致力于社区事工的发展，尽力为主做工，来荣耀上帝。阿们。好，请你们转过身来我们给他鼓励一下那也请我们在座符合社青标准的社青们要多多参与社青所举办的各项事工。好，请坐。那这时候我们要来，因为我们那个新的中保代祷事工即将要开始展开从4月份又新的一期的那我们有一个见证的影片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来看。
这个孩子和妈妈关系不佳，因此去年暑假有2017年的9月，当牧师开始调整他的信息，要鼓励我们说要成为一个小组，以小组为要把它拉出来。中心的一个布道型的教会。关于邀约这件事情啊，事实上，好，在他们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先请嘉秀来报告，好不好？好。哦，已经好了。哎，这不是这个。关系不佳，因此去年暑假由爸爸在外租房子，暂时带着这个孩子来完成9年级的课业学习。一段时间后，妈妈同意这个孩子返家，但孩子已经不愿意回家，因而在这段时间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与一连串负面的行为和言语。我们从旁得知这个孩子的自杀计划，我们很担心一个孩子生命将会在我们眼前消失，但我们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我们写了紧急代祷卡，请中保代祷同工一起向上帝为这个孩子祷告，求上帝做他的保护，与中保代祷同工的祷告。上帝垂听了我们的呼求，在每一次这个孩子有负面的自杀行动时，上帝就差派天使来搭救，一次又一次地化解了危机。最后在今年过年后，也让这个孩子进到疗养院，得到专业医师的治疗与照顾。我曾为此向上帝祷告，但我却没有交托。我心里不免担心，也充满压力。当日中保代祷的时间已到，我带着忧虑和烦恼走进了祷告室。因为这个孩子返校的安置做法，先生和我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也因此彼此有一些不愉快。我在祷告室里委屈地哭。一段时间后，圣经的话语在我脑中浮现。上帝说，他的恩典够我用。上帝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使我更相信慈爱的天父上帝会为我们开路。这个孩子出院返家，终于和妈妈同住。为了安全考量，校方也要求这个孩子上下学由爸妈接送。原来，上帝是要这孩子回到这个家中，回到妈妈身边，才有机会用爱来修复彼此破裂的关系。神的意念高过我们人的意念，人的思维有限，唯有主能看透一切。凡事祷告交托，凭信心仰望主的带领，相信主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方式。好，这个见证是浓缩版的哈。那我们在网络上有放其他的见证哈。那牧师最主要是鼓励说，让大家知道哈，我们要打胜战哈，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祷告。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中保代祷事工。你可以来参与这个祷告的事工，也可以为别人写下祷告代祷卡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服事的工作。那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谢谢。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掌声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阿们。接下来我要来报告，请大家翻开周报第5页。本会消息：本主日为棕树主日，纪念耶稣牵驯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为了爱我们、救赎我们，走向各各他受苦之路。
第二点，本周为受难周，呼吁兄姐应尽量避免宴乐及旅游，透过读经祷告，与主同行，再次深思体会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爱与救赎。右边肢体关怀，本会会友黄福美姐妹于3月10日安息主怀，定于4月1日本周四上午10点。在台北市立丁二殡仪馆景仰楼2楼至善一厅举行入殓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二点，本会会友胡夏平姐妹、王彦君之妻之母李素珠女士于3月18日安息，定于4月6日下周二上午10点，在玉电园境界纪念会馆追念厅举行公祭，也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第三点，恭喜本会会友朱耶妮姐妹、陈美树姐妹之女与陈厚全弟兄，定于4月10日下周六下午3点整，在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赐福新人和他们的全家。也恭喜本会会友吴义轩、吴妮珍伉俪在3月26日喜获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以及他们的全家。周报第6页，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礼拜，时间是在4月1日本周四晚上7点半于10楼礼拜堂举行。第5点，复活节赞美礼拜，时间是4月4日下主日上午10点半，地点也是在10楼礼拜堂，邀请兄姐一起来参加。另外在外面的门口这边有2021年清明家族追思感恩礼拜的程序单，如果有需要的兄姐一家一张，那这里也有 QR code， 也可以直接扫QR code， 有电子档的，欢迎大家去领取。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补充报告跟欢迎来宾。好，大家平安。我首先来介绍第一次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的弟兄姐妹哈，这边有一位陈佑林先生，好，来，请起立，好，我们鼓掌来欢迎他。好，请坐哈。那其他还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礼拜的？哈，等一下哈，那个我们看我们的周报第5页的第4点哈，我们1楼有这个桃园县青少年社会教育基金会的陈世龙传道，他也在我们当中哈。那他来义卖书籍，请大家关心。好，我们鼓掌欢迎他哈。那请这些贵宾哈，待会可以到我们的贵宾室去做进一步的介绍跟接待。那另外就是说牧师希望说，我们接下来这周是受难周，大家可以利用这周的时间去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受难，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灵修时刻，请大家要透过这个自己的默想灵修来跟主更亲近。那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最后的诗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互相请安问候，愿上帝亲自赐福。